我係 Ashley 林海玲，咁我今年24歲，我係一個演員啦，同埋唱作歌手。我自己嘅 first choice 其實係心債嘅，咁點解我最後會揀咗梅艷芳老師妹姐嘅歌咧？係因為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 inspiration， 提醒到我自己要好好珍惜自己把聲特別之處，同埋要有自信咯。對於我把聲。咁我係 Esther Wu， 我係一個作曲人同埋一個獨立嘅唱作人。咁我寫嘅歌咧，通常都係有啲電子，有 psychedelic rock， 有 trip hop， 又有一啲爵士 inspired 嘅元素啦。咁今次咧，我去改編嘅曲目咧就係大亨啊，然後再 arrange 做有少少 jazz inspire 嘅編曲，所以我都即係我覺得杜生應該會幾幫到我去做到呢樣嘢。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Sensor， 我哋係唱無伴奏合唱嘅，即係 a cappella， 唔用任何樂器伴奏嘅。大眾俾我哋嘅感覺咧係一啲唱聖詩啊，好和諧啊嗰種感覺。咁所以咧，我哋同團隊傾啦，團隊都 suggest 我哋，不如你哋揀首好玩啲㗎啦，咁就揀咗今晚夜。咁我哋都好期待佢個 a cappella 嘅 version 會係點樣。大家好，我哋係 Ragtime 十方下。咁我係 Vocal 謙實，我係彈低音吉他嘅學斌，我係鼓手阿寶，我係吉他手阿 Sam，keyboard 手水金，另一位 Vocal 係高。咁我哋係一支6人嘅樂隊啦。咁主要而家涉獵嘅風格都係圍繞住 hip hop、R&B。今次我哋揀咗嗰首歌係無悔愛你一生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認識呢個作品入邊嘅某啲寫作嘅技巧咁樣樣。Hello， 你好啊，我係 Manson， 我係一個音樂人。不再時光倒流，不再留戀以後，流言便遠走。我自己好中意folk music 啦、rock music 啦。我哋揀咗一隻歌，即係叫《抉擇》，希望將唔同自己中意嘅元素都可以擺喺流行曲製作入邊。我哋喺呢幾個禮拜啦，或者1個月度啦，佢哋就已經整咗個 demo 㗎啦，就俾我聽過。咁我亦都有啲修改嘅。基本上啱啱聽個 chorus 同埋最後一次嘅嗰個 chorus 都會係變咗做 double time 嘅森巴元素咁樣處理咯。咁就希望可以保留咗顧嘉輝同埋黃霑佢哋嘅 essence 之餘，我又可以加多自己少少嘅 idea 落去咁樣。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絕撫慰，只望可補償一切。收翻佢少少 balance 少少，有少少好似想打喊路感覺先，我哋攞咗先。闖一番咁樣試下。闖一番。我覺得係香港應該係多啲呢啲咁樣嘅文化交流，我覺得好好。
同埋好多好有天分嘅小朋友喺香港好多。佢有呢個機會俾佢哋去做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咧，咁你睇得到佢哋嗰個熱愛同埋呢個過程。每一次都情濃似醉，快感永不變改。係 yes， 咁點解會好聽啲？我唔知你聽唔聽到係好聽啲。Why？ Because 你個氣係 sync with 你個 first note 啦。緣分到展開歡顏，想得過後完借，謀共最怕開心事，快樂能借得且去些。Christine 老師就係我哋每做一樣嘢，佢都話 so nice，so beautiful。即係我哋你知平時係練歌鬧嚟鬧去噶嘛，好難聽走音，我覺得係 so good， 不過可以再好啲啲。Very good，yeah good yeah。嚟到 Replica 十方客嘅 studio， 而家我哋喺度選緊聲，點解會有呢個決定呢？因為我本身嘅嗰個 version 無悔愛你一生呢，我哋覺得好聽，但係冇我哋嘅特色。所以決定今次我哋重製。第一，旋律冇得改 ，OK， 和弦係可以改，但係要改得有技巧，要改得叻，要改得好聽。每一個單位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咁所以就唔會話聽出嚟咧，好似有啲重複嘅啦。我覺得今次我哋揀呢5個組合係揀得好好，同埋佢哋都好聽話。今次有好多要編曲上面嘅處理咧、操作咧，咁我都係要係摸着石頭過河咁樣。咁但係好彩都係有一份信念啦，同埋 Andrew 佢都即係街住我去揾翻一份啱嘅譜、啱嘅音，咁樣去喺呢個 foundation 入邊去演繹出自己嘅風格。顧嘉輝老師、黃霑老師佢哋嘅傳承留低俾我哋咁好嘅音樂，跟住又有杜生，跟住又有 Miss Christine Sampson。咁我會覺得我哋學咗呢啲嘢。我哋又 kind of 係一個 loop 咁樣去，又去rearrange 過之前嘅嘢，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傳承唔係一個 linear 嘅 process 咯。其實好多時候佢係一個反反覆覆、佢係一個 cyclic 嘅 process。好希望可以感受台下等緊啲人喺度嗌 encore， 升咗你上個台就見到360度圍住你都係觀眾，係咁嗌 encore 咁樣。最暢飲今晚夜，莫理今朝星喜雨也斜，能共聚萬花嬌俏，知否明天一過花就會謝，同樂同杯今晚夜，就尋美酒芬芳香四射，能盡興就開心笑，知否明天一到花就會謝。重重心中痴債，願是欠下你一世，無限無盡愛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絕火慧，只望可補償一切。何必呢？拋開一切，將不身心交。
在深淵低谷中都割開滿花，零下寒冬之間也可身處盛夏，無懼混濁的荊棘還是混濁的荊棘，即使世界有多差，仍有常開的一個家。No. 看一番新世界，挺身發奮圖強，要將我根和苗再種新土壤，就算受挫折也當平常，發揮抉擇力量，再起我新門牆，似那家鄉樣。咁好開心咧！我哋就幾個單位都有份參與呢個 project 嘅，咁就送呢首歌大家一齊唱咁樣俾大家，同埋一齊向顧嘉輝同埋黃霑先生致敬，送俾你哋輝煌。合上眼安躺碌架床，期待着那放聲機開看，傳奇動聽故事於歌曲蘊藏，傳承着金光閃閃盛放。從數十年的開創，你翻起了潮浪，伴我共同過早晚時光。前作又像那大江，發出耀眼光芒，在天一方也未能忘。就趁這一次顯輝煌，聯繫着你我小小海港，未來後世繼續於歌聲奔騰，凝望着公式致敬綻放。期待着那放聲機開看，傳奇動聽故事於歌曲蘊藏，傳承着金光閃閃盛放。從數十年的開創，你翻起了潮浪，伴我共同過早晚時光。前作變成那大江，發出耀眼光芒，在天一方也未能忘。就趁這一次顯輝煌，聯繫着你我小小海港，未來後世繼續於歌聲下望，凝望着金色紫荊綻放，隨時代變化依然向往。